秋天限定嘅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？萬畝金色護楊層層疊疊，美不勝收，靚到反光嘅白沙湖絕美倒影雪山藍天。廣東旅遊邀請你體驗秋天限定南疆直航10日團，帶你暢遊新疆8座城，香港直航烏魯木齊，唔使轉機趕機咁辛苦，慳晒時間，門票全包，做到純玩真正冇自費。行程中我哋會嚟到塔里木護楊林公園，包門票坐小火車穿梭萬畝金色隧道，好似坐住時光機穿越金色童話世界。克孜爾千佛洞比莫高窟早300年，千年風沙都抹不去壁畫嘅鮮豔。刀郎部落新疆國際大巴扎喺呢度感受唔一樣嘅西域人民風情。高原閉景，白沙湖沙與水共存，好似上帝打翻嘅調色盤。伊斯坦街嘆翻西域特色下午茶。卡拉庫勒湖帕米爾高原上冰封倒影喺水面，美輪美奐，仲有卡什古城、溫宿托木爾大峽谷、羅布人村寨等等。食嘅方面都係精挑細選，食烤羊腿宴、卡什江子肉、牦牛肉火鍋、烤魚風味，餐餐都係地道西域美食。考慮到大家舟車勞頓，我哋全程入住當地準4星，長者仲有優惠勁減添，10天8成直航順玩，團費僅需14,299起。請留言南疆，攞埋詳細行程或者撥打21173333報名。廣東旅遊各大門市都可以報名嘅喎。我係廣東旅遊風仔，請點讚追蹤加關注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！